7月16日，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分别在7月15日、16日发布了洪水及山洪灾害黄色预警。据新华社报道，自7月7日以来，四川、陕西多地遭遇暴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历史性会晤。两国官员表示，叙利亚问题是会谈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如何缓解中东地区多变的冲突。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为 6.7%， 比上一季度下降了 0.1%。经济界人士预测分析认为，由于外贸形势的恶化和政府加强对金融业的管控，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将进一步显露。据路透社7月15日报道，特朗普在峰会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新闻节目，面对国家的采访时，将欧盟、中国和俄罗斯归为美国经济方面的对手，说：“我认为，从欧盟对美国的贸易行为来说，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以色列军方新闻发言人康瑞克斯7月14日对记者表示，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哈马斯的40个军事目标，这也是以色列自2014年以来对加沙地带展开的规模最大一次日间打击。以色列军方称，从14日上午6时至下午3时，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共发射了约60枚火箭弹和追击炮弹，其中10枚被以色列军方铁球防御系统拦截。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办公室的声明，在原子能公司旗下建设的第一座核电厂将于2028年营运。声明表示，两座发电厂分别容量将达到1200兆瓦。核电厂将由世界上最安全、最现代化的系统组成，计划在2028年开始营运。